到有这慢，108。来，在他兄弟明心心意，每生我的我懂，好是君谁心有荣幸，并起来归我龙。好，请咱准备心然后带手机仔，请咱关机，也是关做震动，多谢。你着往耶和华唱歌，全地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众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46首，圣主要再临无延迟。Amen.
三个用心的改变做咱信仰的告白。你着真心、真性、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22篇，就是诗篇95篇。启应文22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权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是圣洁、荣耀、尊贵、权能、智慧。只有你牵伫阮的敬拜甲尊重。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阮的救赎主，有稳定甲真理满满。亲爱的主，伫这大感节的第一主日，我的心充满着喜乐。感谢你得成肉体来到世间，成做阮的快乐甲毋望。感谢你是价顶的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除去阮一切的不义，搁为阮做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活新正直的灵。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公义，求你的圣洁甲公义伫阮的国家来掌权，除去立法院遐个不公不义的国权，甲自私自利邪恶的行为。求主帮助阮的百姓，会当团结一致，共同建立阮的国家是一个圣洁独立的国家。求主，互遐受压迫的会当得到公义、自由、透放；互丧乡的人会当得到饱足、温暖、安慰。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今仔日有3位兄弟要来受洗，有1位青少年要来献圣礼。求主赐福带领因头前的道路，一生来跟对你。阮今仔日也要甲主你三甲来坐倒，守主的圣山。求主，互阮无甲世间相款，会当用心智换心，变互阮家己，互阮会当明白什么是上帝你善良、顺全、通欢喜的旨意。亲爱的圣神，求你充满阮，互阮会当时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感谢。求主帮助阮，会当活出基督的款式。来永行一人，互阮的生命会当彰显上帝你的荣耀。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了家庭诗班要用我的上帝、我的君王来带领咱来敬拜。
三甲来讲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6节，佮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9节到13节。耶利米书33章14节，上主讲：时日得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伫遐个时日，我要互大笔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伊要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的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帖撒罗尼迦第3章第9节，阮伫上帝的面前，因为恁来欢喜，对这一切欢喜。阮着安怎感谢才有够额？阮明日必切祈求通见恁的面，来补足恁信心的需要。愿咱的天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甲阮开路通去恁遐。愿主互恁三疼，甲疼众人的心直加添，亲像阮对恁的疼有哪加添。安尼，恁会互恁，伊会互恁的心坚固。伫咱的主耶稣甲伊正信道来临的时，伫咱的父上帝的面前圣洁，无通嫌。阿们。讲到牧师今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神价发出5望来临。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当阮三自集来到伫你的圣殿，通过你的话，阮领受祝福。愿你帮助阮，互阮点伫每一日，阮搁较够勇敢跑走你的道路，也通见证主你的恩光。愿主你的圣神临在点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对阮讲话，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也做来平安。过去即礼拜全国拢足欢喜的吼，顶礼拜摕到冠军，全国拢足欢喜。毋过无论咱是即摆才咧看棒球，也是自细汉看到大汉的棒球，咱拢会发现一项事，就是足侪人踮伫摕冠军的时阵，逐个人一直咧道歉，摕迄个道歉表来填写，要讲啥物？逐个人拢讲歹势，自还未拍进前，阮拢掠准，咱的球队袂赢。其实我家己嘛共款，自细汉开始看到大汉。还未拍进前，我就感觉会当赢一场就袂歹啊。无想到讲最后竟然会当摕到冠军，这项事带予咱什么款的启示呢？有时咱看侪事认为无可能，但是人生中间，上帝咧捏你，永远会当有新的可能性。当咱心内底有愿望的时阵，咱就会当成就侪超越过咱家己所计划，也是所想象的事。其实要接近圣诞，今仔日咱进入到伫大港节，这也搁一摆咧提醒咱愿望的重要性。咱今仔日要对2位的圣经节做伙来思考愿望这项事。头一位的圣经节出现踮伫耶利米书的33章。规本耶利米书，伊主要要讲的信息，老实讲是审判。伊咧讲审判，是因为上帝看见整个耶路撒冷以及遮的领袖因罪恶，所以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伫整个的耶路撒冷。巴比伦王攻入去耶路撒冷，互整个国家陷落踮伫灭亡的后果中间。人看见规个国家失去愿望，嘛毋知影到底未来要往对行。这个境地也互咱看见，当一个所在失去愿望的时阵，人就毋知影讲到底我还阁有啥物款的明仔载。耶利米踮伫这个处境中间，领受上帝的话，以免大家分享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到底是啥物？这个信息老实讲，就是愿望。愿望会亲像啥物？神价会发出。
那亲像讲，一个人甲你介绍讲，去到一个真水的树林，咱会当做伙到伫遐来欣赏。结果当你带着期待要到伫迄个树林的时阵，发现啥物事？所有树啊，拢互人错断啊！所有的树啊，拢全部互人错断，啊，干那剩啥物？干那剩迄个根，啊，就一地一地点伫遐。咱敢有想过，当咱行入去即个人甲你讲这是树林，但是你看到每一丛拢已经无树的时阵，你会感受到啥物？那亲像敢若无愿望啊，那亲像敢若无生命。原本期待踮伫一个树林内面，咱真欢喜，会当踮伫这个景致中间，享受好的空气，看好的景致。但是来到伫遮，啥物拢无啊！就踮伫这个啥物拢无的时阵，忽然间，踮伫迄个树仔的根遐，开始发出一点点仔的新芽。这就是亚利米要宣讲的信息。亚利米要大家宣讲这个信息，就是就算讲踮伫一个已经无愿望的所在，又原有新的芽，有新的生命要踮伫遐发生。这就是咱踮伫遮所读到的，讲时间要到啊！上帝讲，伊要发出公义的基，这个基要重新来到，互耶路撒冷重新享受上帝的掌权。这个城要称作是上帝咱的正义。这个家要发出，互迄个全地无愿望的所在重新出现新的可能性。所以上帝对亚利米讲：既然你呼求我，我就要应答你。我要将你这你所毋知遐伟大奥秘的事，你来讲。当咱看到这项事的时阵，咱会想到啥物？无论现主时的咱，踮伫啥物款的处境中间，你有拄着艰苦的事，你有拄着苦难，你有拄着挫折，你会拄着侪可能人对你的攻击，也是詆谨。无论踮伫啥物款的处境，互你感觉已经毋知影要搁往对行。上帝的话咧提醒咱，请咱好好去看，迄个新芽到底伫啥物所在。当迄个新芽要发出的时阵，上帝对咱讲：愿望要来啊！愿望要来到伫恁的生命中间，恁的生命会当无搁共款。咱的生命会行伫一个咱所无法度按算，也是真正进入到伫上帝奥秘的业力中间。这是上帝的应允。这是亚利米踮伫面对整个审判的时阵，伊所领受的愿望。当然，咱就知这段话伊的启示是耶稣基督要来到伫这个世界。上帝要将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界，掌管这一切，互整个以色列重新拥有新的可能性。咱踮伫亚利米书读到伫遮，啊，踮伫帖撒罗尼迦的时阵，咱阁读到啥物？这是保罗要对伊所服侍的教会所想要讲的话。一开始，保罗踮伫帖撒罗尼迦有真侪水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侪人会反对，伊必须爱离开。当伊离开的时阵，伊嘛一直要紧，到底遮个教会未来会往对行？甲进前亚利米书的时代来对比，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检测会当有搁较侪对愿望的确信，因为因听到耶稣基督的事。不过因足期待耶稣基督对死过活了，伊会当对天顶搁一摆再临，所以因关心的就是遐已经过身的人要安怎？因足关心讲遐已经过身也无听到的人到底要安怎办？但是保罗一直咧甲因讲，其实重要的毋是遐个问题，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咱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上帝是掌管死人甲活人的主，
上帝会赏赐咱人生有新的愿望。保罗真期待会当过一摆到伫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现主时伊还阁找无迄个机会。伊有一个愿望，伊迄个愿望是有一日若是上帝开路，我会当到伫遐的时阵，遮兄弟姊妹会当安怎？因的疼心会当哪来哪得到成长，因的疼心会当哪来哪成长，互规人的活命活出一个新的有光明的活命。这是保罗所愿望的。伊也阁一摆提醒讲，咱所领受的救恩是确定的，死亡毋是生命的结束，是咱甲耶稣基督做伙享受过活活命的开始。所以无论是耶利米，也是保罗，因正做上帝唯一的奴仆，因拢咧表达一项事：咱是将愿望带到每一个看起来失去愿望的所在，将上帝的应允分享予济济也毋捌主的人。当咱有这个确信，当咱有这个愿望的时阵，这顿啊，亲像迄个神奇咧发出，互规片看起来拢互人错长，遮个树仔的树芽重新要阁生出来，咱会阁看见全新的景致。耶利米的呼召是踮伫整个国家烦恼踮伫绝望的时阵，爱观看上帝的拯救。神奇发出咧宣告讲，愿望已经来啊！保罗领受这个呼召，陪伴初代教会，将眼光注目踮伫基督，也带着愿望去听候耶稣基督的再临，鼓励每一个信徒会当活出真道，实践听的改变。因为愿望，咱会当踮伫苦难，也是踮伫挫折的中间，继续向前行。这个愿望袂是空的，是咱已经看见的稳定，哪亲像迄个微细的星月共款。愿望会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就算讲全世界的人拢认为咱真微细，全世界的人拢看轻咱，但是咱永远有新的可能性。当耶利米咧讲，这是一个新充满公义的国家，伊所要表达的就是安尼。踮伫过去一礼拜，逐个人拢咧比这，逐个人拢知影，咱的国家踮伫全世界是一个受到打压，嘛互人看轻的所在。但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出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意义。咱每一个人，无论到伫什么所在，咱拢代表咱的国家，咱拢代表咱所有的人民，咱咧对一个人讲话。这个字，这两个字，有当时啊，看到这个名，看到台湾这两字，咱会感觉有骄傲的所在，嘛有感觉心足酸的所在。但是当愿望搁一摆充满踮伫咱的生命的时阵，咱会当搁向前行。无论踮伫什么所在，咱拢咧见证上帝的开展。这是台湾，其实也是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受到这个世界的打压，有时拄到侪侪挫折挑战。有侪侪人踮伫你的身躯边，甲你讲，你无可能啊，你无愿望啊。但是，当咱找求主的时阵，主的怜悯甲恩典要教也咱用。这是咱通过耶利米甲保罗所确定的事。因两人所处的一个环境，老实讲，面对审判，也是面对初代教会。面对罗马帝国的压迫，这也是一个完全无愿望的所在。但是忠心跟对上帝，忠心宣讲上帝的话，这个所在要重新有新的可能。
毋是所有人拢看会见这个神价来发出，也毋是所有人看到这个神价拢知影讲爱去找求伊。也就是因为安尼，咱才需要有遮尔济的见证人。咱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侪人有看到神价，但是毋知影伊的意思；侪人有看到啊，但是嘛毋知影爱去找求伊。也就是因为安尼，咱所做才有价值，啊，毋是安尼吗？毋是所有人承认台湾，嘛毋是所有人拢看到台湾都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所在。也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每一个生活踮伫即个土地的人，才爱诚做即个见证人，人宣告讲，这是一个真水的所在。这是一个充满望的所在，这是一个充满欢喜甲和平的所在。侪人嘛会看到咱的教会，侪人看到咱的教会，但是嘛毋知影爱来祈求上帝。也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嘛爱诚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人分享讲，教会是一个水的所在，教会是一个分享听的所在，教会是一个分享平安的所在。踮伫大港节，咱真心提起生命中间的愿望，人宣告讲：主你的听，确实要临到伫即个土地顶面。今仔日，咱有几位的兄弟姊妹要领受洗礼。有成人洗礼，嘛有健身礼。踮伫遮，牧师嘛会搁一摆鼓励恁。当恁要领受洗礼的时，这个愿望已经要临到踮伫恁的生命中间。踮伫过去，可能会感觉我的生命真衰，也是拄着侪侪挫折，也是有足侪声音一直咧引诱。总是当咱接受主耶稣基督了后，主耶稣基督的愿望要临到恁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你失去勇气的时阵，耶稣会陪伴你行头前的路。当恁面对着这世界的价值观所引诱，也是一直想要扣起的时阵，主耶稣要成做恁生命的主宰。这是洗礼要带予恁的意义，所以对今仔日开始，恁会拥有新的活命。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活命，要甲恁有新的连结，要互恁会当行伫一条新个活的路。对当开始，恁也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人见证讲，踮伫耶稣的听内面。咱会当有愿望，踮伫耶稣的听内面，咱会当活出光。也通过洗礼了后，咱要做伙甲主同坐倒，这也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同齐的立约。咱要甲主结连。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血是甲咱每一个人有份。当咱食这饼、啉这杯。也搁一摆要表明，咱每一个人拢见证耶稣已经活伫咱的生命中间。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主。进入到伫大港节，咱带着新的愿望，继续向前来跑走。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神价发出，愿望来临。落雨过的大地，有一支新芽冒出来。微微的风在吹，带来一阵新鲜的空气。是风雨过了，人在讲，我踮伫遮会坚持。是时代混乱中间，甲人立约，我要搁起的约定。新芽发出。愿望来临，新的道路，人显露，新的可能
那意欲咧开展，祈求必然要得到，向前必然要欢呼。当咱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过一摆，咱人间宣告讲，我就踮伫遮，我是跟对耶稣基督的人。无论这个时代偌尔啊混乱，咱拢人见证讲，这是我甲主的约定。咱拢正做迄个美事要发出的生涯。当咱看到咱这个世界永远有新的愿望，咱会当骄傲人讲，我属耶稣基督。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当阮三自集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你的话就亲像光，进入到阮每一个人黑暗的生命中间。黑暗袂话赢过光，当光临到的时，阮每一个人的生命若亲像星月共款，一直咧发出，互见若看到的人就知。这个所在有愿望，这个土地有愿望，这个国家有愿望。愿你的圣神充满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踮伫每一日活出你的干净，踮伫每一日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同齐来吟圣诗354首第1节甲第2节。也在吟的过程中间，要邀请今仔日要领受圣人洗礼有3位兄弟姊妹，会当同齐来到伫头前。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像魔鬼。朝天衣冠，着受轻官，我靠家己袂话倒传。成被上帝一大恩惠，竞选咱人罪已行累，圣经推咱担当罪过。清心观灵，高能感夸。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神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亲像彼得迄时有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对李荣坤、陈美华、林汉庭这3位讲：恁着爱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伫伊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正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当恁要受洗，恁着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嘛要请恁3位来回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李荣坤、陈美华、林汉庭。恁敢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真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
荣坤，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陈美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汉廷，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情正圣，搁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得到保全，无通嫌。我只是来宣告，请咱大家做伙起立。李荣坤、陈美华、林汉廷，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北克的纪念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阿免。大家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然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为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搁互因为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当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跪伫你，对答了后，会当成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免。请咱的小会员来先来送迄个。来，李荣坤，这样，来看。OK， 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答。恭喜！恭喜！两位新的长老嘛是啊。好，安尼请恁向后转一下。我来做介绍吼。我倒手边李荣坤甲陈美华是夫妇吼。因欢喜来领受洗礼。踮伫过去的人生中间，也拄着侪无共款的挑战，总是认捌主，
也踮伫遮，因愿意要领受洗礼，感谢主的恩典，甲因三弟弟，望咱也同齐来祝福因吼。好，今仔日伊的查某囝甲伊的朋友踮伫遐对无？咱请查某囝甲伊的朋友会当做伙徛起来，咱也做伙欢迎因吼。好，请坐。过来，这是林汉廷。林汉廷是太太是基督徒，但是伊一直无接受洗礼，到伫呾伊总算愿意要接受，望上帝真正祝福伊，互伊在未来新的日子中间，不断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拍拍欢迎伊。伊的亲人敢有来？亲人敢有伫遮？好，无看到吼。好，安尼咱做伙拍拍欢迎伊，也可以就坐吼。好 ，OK， 好，可以就坐 ，OK。接下咱继续来吟354首的第3节甲第4节。在吟的时阵嘛，请评语来到伫头前，要领受献身礼。耶稣甲咱领约，主小受起写咱罪赎，虽咱心心我坚定，抓到天顶万苦空心，上帝名约世的抗议表明。心坚固咱心，免的心顺天花道，常常教育行主道路。现在徛伫咱面前，是伫细汉已经有接受洗礼，今仔日要行献身礼来告别因伊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张平瑜，你细汉的时已经有受洗，既然伫主耶稣基督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互你长大成人。但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要承认你的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也定心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见若伫人的面前尽我的，我也伫我天理的爸的面前要尽伊。所以我劝勉你，爱告别你的信仰，也踮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应答牧师所要问你的问题。张平瑜，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愿意要安尼行也无？我只是来宣告，请咱大家做伙起立。张平瑜，你伫细汉已经受洗，即时你家己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北克的纪念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阿门。大家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对平语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接纳伊就份上帝欢喜。愿感谢你，因为对伊的受洗，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愿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中间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伊即时奉献家己伫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
伊就阮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宝血时，求你互伊为搁较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于你，直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安尼请咱的小会员来接任吼。后来向后转吼，介绍一个张品瑜吼，细汉就已经领受过洗礼，阿嬷都就伊举手一个。阿公阁有来，阿公伫对，阿公伫后壁吼，张老师。今仔阁有阿古公咧。故宫，哦，爸爸妈妈跟我来，好，咱真欢喜吼，当然连长老甲评语鼓励讲，即摆阿嬷长老要退休啊，你敢有要受洗？虽然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嘛要评语伊家己。伊愿意啊！伊在问道理的过程中伊也搁一摆咱所有的长老分享讲，伊真正愿意要坚信，也望上帝的听，对咱开始也一直保守伊，在伊未来的日中间，拢有上帝恩典，甲伊三伫地。好，咱拍手来欢迎伊。好，谢谢。好，咱要同齐甲主来三齐道，咱同齐来吟圣诗359首。主
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于教会的陪餐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个人三伫底。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见那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也照伊的模样，咱同齐来感谢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愿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馆，也圣别者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通正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小会员来服侍。
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见若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伊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来长老来服侍。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弟弟，请咱同心来祈祷。愿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
阮的主上帝，愿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以后会通荣光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拜三的圣经学堂，咱即礼拜要读士书记16章23节到31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今仔日咱搁一摆恭喜，咱有4位的兄弟姊妹领受洗礼吼。荣坤、美华、汉庭甲平瑜，感谢主的恩典，踮伫恁的生命中间。咱嘛踮伫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小会，所以嘛请咱小会员第2堂礼拜后会记哩来参加会议。好，过来第2项的报告就是吼，因为咱即马拢咧讲永续发展，永续发展，所以逐礼拜其实咱周报有当时咱礼拜结束了，咱拢有足侪留伫后面的吼，所以咱会踮伫布告栏，也是踮伫咱的迄个 PowerPoint 的遮。如果你无需要抓本的人，我说是不用纸本的人吼，你会当扫电子版的，会当来节省一些用纸的部分啊。所以如果你若是有需要，你若是看电子版就好，就请你来到伫礼拜堂，你会当扫迄个 QR code。需要抓本的邮完咱的印吼，所以咱就用双轨来做协助吼。好，过来
第二项就是过来是咱开始大讲节的主日，所以咱点头节的安排第一堂甲第二堂礼拜，咱拢有遮个会长也是咱主持的家庭来同堂服侍，也请咱注意遮个时间。过来第三，咱也点伫礼拜刷了后，咱开始来分享迄个乐理吼，咱马尼多的乐理，所以等下礼拜刷以后，我才唱名遮，咱迄个桌仔顶面拢有迄个马尼多的乐理。所以欢迎咱会当来遮摕。过来第四项，咱财务部会点伫12月15第二堂礼拜后来召开财务检视，所以嘛请咱的团客机构才会出力加会计以及马尼多的技术会当做伙来参与。好，咱圣诞节的活动，咱点伫即礼拜的拜六会有圣诞点灯的福音餐会。会记伫咱4点半开始吼，所以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咱是下晡4点半点伫咱大礼拜堂这边吼。嘛上一个时间，咱对后礼拜拜六开始会到21号，咱会有一个福音画展。这个画展的空间会用咱后面这个多功能101的教室遮。所以后礼拜点灯的餐会嘛，上煞是一个开展的开始。所以嘛会当邀请。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参观吼。过来12月14的下晡，12月14的下晡，咱的手棒中团甲咱的小弦乐团会共同点伫咱的大礼拜堂遮有一个圣诞音乐会，所以嘛会当欢迎咱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参与。咱12月14，这是搁一个礼拜的拜六下晡。12月22迄天的主日早起，咱是9点半有圣诞节联合赞美礼拜，礼拜后咱就要做伙点伫对面来食圣诞爱餐。所以你若是未买迄个餐券的吼，你会当团客来购买，也是咱个人来到伫办公室这边。当然，甲团客购买就是咧排迄个座位的时阵，会团客来排。个人就是交互办公室这边来协助安排。所以要买这个餐券的兄弟姊妹，咱时间是到后礼拜吼。到12月8号，一张餐券300元，300块，所以欢迎咱会当把握这个时间吼。好，我做以上这个报告。今仔日咱欢迎几位新来的是转来踮伫咱中间的，头前是迄个为人为信的大姐甲妈妈吼，祖母师娘，甲大姐的囡仔，转来踮伫咱中间，做伙欢迎伊。好，阁有一位潘延正兄弟，踮伫后壁遐，踮伫后壁遐，咱欢迎伊。头一摆来到伫咱中间。好，阁有这是林冠宇、刘文景甲林子云，唔知踮伫啥物所在？无看到吼。好。要紧，咱礼拜煞会当互相交易，礼拜煞嘛，请咱洗礼兄弟姊妹会记哩来到伫头前，咱来翕相吼。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我先读一解，然后咱做来读两解。愿咱的天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甲阮开路，通去恁遐，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1节。咱做来，愿咱的天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甲阮开路，通去恁遐。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1节，搁一解，愿咱的天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甲咱开道路，通到恁遐。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1节。咱三甲的音祝福找紧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
徛起大人心内，三基上帝甲咱相同，只是到万世内，只是到万世内。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大地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